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喜丽丽。一下呢，伫我背后，大家个个看讲下，一下背就是玉竹厂。想问乡亲朋友哦，係講老玉竹廠做木邊零沙，係講係你會有乜嘅想法咯？今日村民大會就來到為屏東縣嘅新鼻鄉鴉片。講到屏東縣，就是全台灣第二個玉竹大縣。規則縣呢，就玉嘅有127萬隻卡價嘅竹嘅，但相比園林縣較少天天，將係全台灣四股當中嘅一股。按你嘅鄉親呢，就知道個，幾年咧老玉竹廠來做木邊零沙，就比得到粗胖胖嘅面勢，大家實在係擋唔掉嘅。大家個就影響到其他嘅生活品質。針對按呢個問題呢，其實地方方大家都親反對，故做鄉親新鼻鴉片呢，大家兩日呢就真係吃住檢查處，而去做偷排廢水嘅業者。針對按呢個問題，玉竹嘅時節還有按實中藥嘅客，大家中藥是16度嘅，不過鄉親你敢是想過，中藥16度嘅客相關環境成本實係要由當地人向下來承擔。其中公部門嘅角色係乜嘅呢？今日村民大會就採為公部門來賓，還有鄉親而向下來討論。開會了！按多年來，新鼻鄉開始有更來更多嘅鄉農業來到鴉片，大家知冇？但搶鴉片學嘅主位呢，就比人口數加有5倍按多。其中有乜嘅問題呢？包含講有啲業者，佢哋有冇合格嘅登記證，另外還有含有無良心嘅鄉農業嘅業者，佢哋按不實條呢，就會來偷排廢水、污水，造成嘅環境問題，大家實在係受騙嘅。故所2日嘅其實，大家就真係持久檢查處。我來為大家嘅環境好好嚴格來把關。分享隔壁呢新皮鄉民哦，這麼多人一起來跟我們好好來討論，歡迎大家把問題提出來。大家好，大家好。接下來就為大家來紹介隔壁嘅特別來賓。第一位是我們的新皮鄉鄉長林志成林鄉長。多謝啊咧，新皮鄉其他鄉親大家好，感謝。接下來係屏東縣政府環保局稽查科嘅稽查員吳占批吳稽查員。大家好。中央農委會畜牧處污染防治科的科長葉科長，你好。大家好。還有我們屏東縣政府這個農業處畜產科也派了相關代表，是陳慧琪陳技師來到現場。大家好。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的理事周克任周理事，你好。大家好。剛才有講到啊，地方方呢為到要解決按呢個問題，雖然有乜嘅好辦法咯，大家先來真嚟持住稽查處，一下就等等稽查處嘅處長腳蹼呢來去看啦。接到線報，早期純屬處理第一時間，實等等出面行工錢。你看這個水有沒有？現在又黑黑的了，又有偷排。沒啊，現在有跟環保局講，他們說他們要來測量啊，測量臭味。哇！這樣會得本色啊！玩樂之間。排水溝變做垃圾河壩，居民都無奈何，還根本家到清煩小嘅，又有浪費的問題。前幾天就有村民在檢體洲這邊有排那個豬大便，他說我們村民來告訴我們，就上來看，這邊的水呢很渾濁啊，可是這邊的水就很清啊。好啊，我們就去那個通知那個鄉公所的清潔隊，他們9點多通知他們，可是他們到10點多才來。新鼻鄉七里村18沙期，大家相互出電，不時就會去到玉竹廠來巡邏。這風頭攏透底，要是啥物味安尼啊？建工村先前涉足到有玉竹廠偷排，黃色假比色，路頂主事嘅廢水，等等水管排熱水溝堵。喂，環保局哈，各位我這邊是新皮鄉建工村，我們現在在亞生機場，他們現在正在排放。人在排嗎？對，在現場嗎？我們人都在現場。居民講，偷排老環保局檢期過後，環保局接着認證人力唔大，也到年紀。趕到現場嘅時間2點鐘過去嘅，廢水早就排掉了。當場要抓獲這個部分呢，其實我們來講啊，其實也有它的困難，因為你要人贓俱獲哈，這個必須要有一些方法，它已經被停養了。
但是后来他又跑去富养，那也多亏了他们的这个检举，我们才了解。目前我们大概统计，这个厂大概已经少说罚了大概超过100万。屏东县新皮乡人口无130人，乡土设有28处育猪场，约为56000猪位。生发当中，因那也出皮也多，猪市米。有时候不定时的排猪大便，经过这个排水沟，然后我们村里的简易自来水，刚在旁边这边一个孙水马达在这边吃猪肉啊，我们村民呢吃那个猪大便。即摆说勘顶的分化有无咧运作规个粪扫拢载来伫遮。你若落雨了，日头拿出来，阮庄一个臭味规庄个人拢咧反映啦。后地屎味、粪扫味，搁即个鸡屎。视察下出到尾行，为老育猪场做连沙，大部分的人如果无爱。我们的采访团队呢，实际到了新皮乡里面的狮头社区刚才也看到很多的乡亲，大家都反映说，其实这个养猪场排放出来的废水呢，很担心它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离我们的饮水要用的自来水的抽水站呢实在太近了，所以非常担心说这个养猪场它排的废水长期下来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未来饮用的水源安全问题。所以大家采取什么办法呢？刚才我们也跟着这个自主稽查队的脚步，一起到了乡间去看看。有别于过往这边的乡亲呢，是采用个别突袭的方式，现在大家打团体战，用策略联盟不一样开始集结了我们新皮乡7个村，过去呢是有11个社区，现在还加码了12个社区，大家一起打这个小团体战。所以呢，抓到他现场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场抓到，现场开罚在过去呢，也实际有这样稽查到了一个原汁原味排放出来的养猪废水。我们这边也要实际请教到这边这次担任自主稽查队非常关键的这个灵魂人物是我们建功村的村长，同大家来讲到，头摆的就喺啲6年嘅下面，拄到一案嘅问题讲，是现在乜嘅原因，大家开始落去稽查呢？向村长同大家来分享。俺哋迄个环境唔可能嘛冇要紧，还唔会讲。但是呢，俺哋路前批唔会讲嘅，俺哋偏偏用按呢按南按欧洲嘅环境，推俺哋路前批嘅木门头，都做出咱嘅环境。村长上高迄乜嘅时节开始发现讲，附近嚟嘅育猪场呢，进来进到嘅。其实也个有无俺哋对差唔多85年，85年过后，你等讲果树也比有冇10年期间就进来进到嘅。10年期间有冇一下都暴增，也都全部对果树嘅向来，等讲人本人捉出来养猪场，就来到鸦片来到俺哋身边。造成嘅影响系乜嘅喏？影響到俺哋環境、俺哋水質、河巴，伊那會開始也嘅污染嘅喏。也全部對豬場出來嘅，全部對豬場。像6年嘅下發起也嘅自主稽查隊去尋那間業者咧，係針對伊個業者去尋去稽查，係咧講，像規律嘅健康喏。俺哋冇針對講那業者，反正俺哋都對水面查到水頭。天天嚟來尋天天嚟尋，結果呢？佢天假時節，都幫人哋看到伊咯。人哋同我講看得有最嚴重嘅所在，結果看到嘅天假比人哋辦冇看過，又還更嚴重。現場發現嘅水都變做乜嘅生，你還記得冇？一講數我都冇處理過，晚上都被流到水溝嘅腔。有米冇？有米絲冇？有米絲你咪講煮嘅乜嘅米，如係乜嘅米，學出來煮呢新鮮嘅煮是乜嘅米，如係乜嘅米。將人設置6年嚟嘅下設置稽查到嘅，做一個野生場咩嗬？係錯。嘅高層形容嚟喏。一個有冇如我哋聯合嘅稽查隊，推向公所開會討論好嘅，推現場推非常去討論過，咁我哋推現場你講百聞不如一見啦，我哋講要做對要做，都談得啲啊，我哋喺咩嚟現場看看先啦。結果你嘅百聞唔係用糖嘅，係用皮嘅係嘛？現場可能色香味俱全啦。也係村長嘅講法冇。對一個時間軸來看6年嚟嘅下呢，大家開始發動了自主稽查。我們去查了一間未申請核發排放許可證的這間業者呢，查到他沒有許可證之外，又違反了水污染防治法，所以呢，環保局告發處分，要求他要停工。但是呢，再來7月的時候，我們環保局再去就針對他來開罰了。當時罰鍰是罰了34萬2千元，而且要求業者必須要提出出清的計劃。很快的要求業者必須要當月的月底7月31號就必須要把它出清。
要求它必须要停工。但是呢，环保局9月之后再去查核，发现它还在饲养，还在继续排放废水，所以9月那时候除了针对它告发处分以外，还把它移送地检署来侦办。10月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月我们录影的这个月呢，环保局再次针对它罚了56万元，做出了差不多近100万这样子的罚款哦。还有其他的凶情哦，当时参加个稽查亚生这间厂的时候，有其他现场的观察哦。把生命也很是给人安尼。这在我们现在的生命纪念馆前面那条，应该是牛埔溪上有这条台糖的水沟，我们台北社行呢，在抓鱼、抓泥鳅都有。有拜给反击以后，这水质太干净了，现在是变成黑龙江啊，又臭又黑又脏又乱了。对因审发反击抽成那个影响咯，其实喺讲基础品质嘅问题哈。第一个臭，一地的清粗啊，听一点嘛，讲那个污染我们那个的水源啊，因为我们这里建工都是靠地下水，喝地下水的水啊。我们新皮乡也是一样啊，新皮乡全部都啉地下水的水，过上安尼那个猪粪尿的污水啊，再继续排的话，哪一天我们地下水、地下水啊污染起来，看安尼怎么办啊？好，郑先生抢头哦。因像对亚看到哦，其实亚个大家去稽查亚个野生养猪场呢，因设计咩讲到，佢亚下其实係一個停工嘅狀態，還有佢亞下血嘅頭數呢，差唔多呢就血19隻豬嘅。因設計咩問工業者，還有個對農業處安尼來得到一個回答，所以講佢亞下限啲申請一個合格嘅項目登記證，不過亞下實際係一個限盲合格嘅一個廠商。因就對亞總圖嚟看啊，其實呢對佢告發處分，還有對佢嚟罰錢。不過亞限呢，但將係一個樹團天天哦，其實唔但將建工，還有營業片嘅石頭沙期，鄉親朋友咪吃到講小片呢。像我們石頭這邊也有實際，也是養豬業者偷排廢水，造成我們生活居住品質低劣的問題嘛。我們歡迎鄉親來提出來，平常的觀察大概是怎麼樣？鄉公所的水源頭要給他做一個那個養豬場，在水源頭的問題，他們為什麼都沒有評估我們鄉村的那個以後的造成的那個因素呢？對不對？對我們的影響，像剛才有提到哦，很擔心這個地下水水源受到影響。對，為什麼他會在曹啟榮縣長也有提出說這個沒有什麼問題啊？因為這個在水源頭為什麼可以造成，可以做一個豬舍？謝謝大哥哦，還有這邊我們獅頭鄉親呢，也實際組了這個自主稽查隊哦，有去針對這一間鄉親說到的業者來去稽查過嗎？我感覺到很奇怪一點，就是為什麼我們到廠區，它排出來的是清水，可是我們在外面，我們那個山那個我們說周邊是不是？耍 K 啊，哦，大排水出來的時候，它有兩條支流，一條是清的。隔壁一條是黑的，兩條，所以直接就看得出來哪一條是清的，哪一條是有可能受污染的。它出來是一條清的嘛，一條是黑的，兩個就留在一起嘛。但我們檢舉之後有來檢測嗎？可是因為新皮鄉公所他們給我們答覆，他們的權責是只有來看，也是要屏東縣。因為檢測的話是需要到地方政府的這個環保局，它才有稽查的公權力嘛。對，有來嗎？屏東縣政府沒有來。OK， 好，謝謝這位先生哦。還有其他的問題嗎？除了這個養豬廢水的問題，像剛才呢，我們的社區總幹事他是提出來說，有這樣的問題，但是反映之後卻是得到一個可能我們現在地方政府的稽查人力不足這樣的狀況。還有其他的問題。他當初啊跟我們村裡承諾是1000隻的種豬，算給他說跟那小豬1萬多。是。可是他的廢水處理當初是這樣。現在超揚了，所以他們呢，都是利用下雨的時候拖排。我們的地下水，我們村裡喝的水源，剛好在排水溝旁邊。那現在排下去，整個新皮鄉也都是受害啊。OK， 好，謝謝理事長哦。整個新皮鄉是不是都因此受到畜牧廢水這樣的污染呢？那我們請這個鄉長哦，鄉長，我們這個狀況已經很久了，像剛剛有鄉親提到哦，臭已經臭10年了。那我們的處理方式，地方曾經去跟這個稽查隊一起去過嗎？這個污染的問題是長期以來，但是今天我們要做的
就是说要把这个污染的问题，我们要来做一个彻底的解决。但是碍于一些法令上的规定，譬如说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为什么县政府知道说我们大城长城那一个养猪场，它那个地点真的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乡公所也好，代表会也好，村里面的人也好，大家都极力全乡通通出来反对了，连来义乡也出来反对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政府的相关单位为什么要把那个场地核准给人家？所以乡长，我们的质疑是说，为什么不应该设的地方，县政府我们地方单位在核格许可的时候，却还是放行了？对，所以说这样的话，造成我们地方上非常大的困扰。因为当初的说明会跟我们做个报告的，就是说零污染、零排放，结果现在我们受到的委屈，大家乡亲他们所看到的，造成他们那么大的困扰时候，等到他们要反映的时候，结果我们乡公所只是剩下一个清洁队，乡公所只能开到6000块而已。所以说开个罚单，开个6000块，对那么大的财团，对那么大的业者，他根本就是不甩我们。其实地方公所呢，忍无可忍，没有办法，最多只能开罚6000块。而我们从这个实际的罚款的这个时间表来看到啊，其实环保局呢对某一些业者已经开罚了近100万，但是民众还是质疑说，这样子的公权力其实是非常欠缺的。那环保局这边我们稽查员、5稽查员对于这样子乡里面呢那么多的畜牧污染废水案件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对于民众质疑我们公权力不彰？针对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大概有几个方式来做一个解决，包括说民众陈情的方式，其实除了他们基本的一个收证之外，虽然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稽查权利，但是基本的那个收证是可以的。第二个就是说，在报案陈情的时候，可以透过针对污染源比较细腻的一个观察跟描述，提供我们环保局有一个比较更正确的一个资讯的话，其实也可以有我们的那个就可以提升我们有效稽查的一个效率，包括说，比如说它违规的频率，它可能大概是都在晚上，或者是在假日，或者是在雨天，其实都可以提供我们这些资讯。那这样子民众的话，不见得必须要等在那里。我们环保局案子慢慢消化，总过来的时候，对，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一个时段来做一个稽查。稽查员像我们很多乡亲他现在手机里面都有一些拍到的影片或照片，这个有办法直接当成我们检举的这个证据吗？还是说我们后续还要经过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来判定说这间业者或者说这样子的行为有没有违规，是不是要开罚？基本上现在拍照检举的部分本来就是一个目前那个公民可以行使的一个权利啊，只要它不涉及到这个公权力的行使的一个部分，基本上它的某部分的一个照片是可以作为开罚的证据依据，但是还是要经过主管机关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调查，确认这一个违规的事证可能是一个确认违规事实跟违规对象，才有办法开罚。但是如果说有涉及到一些，比如我们刚讲检测或是那个，因为法规有一些规范包括检测方式、检测方法等等，这可能就不是一般民众他所可以去做执行的。好，谢谢稽查员的说明在这个检举之后呢，其实要先经过检测，才有办法说判定这样子的行为是不是违规。它中间要经过哪一些环节，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跟着官能测定师的脚步一起看看。屏东县环保局统计，去年接到1521件对各体类嘅投诉，无论係排水溝染色嘅，亦係講民眾檢舉粗棒棒嘅。接到過後，環保局就會停定派人去到澄清嘅素材來檢測。通常工廠的話會設置3個點，就是上風處1個點，下風處2個點，這樣才能就是做一個完全的分析。這樣子，豬場的話基本上都是測1個點，就是也是測在下風處，因為下風處是比較能夠完全的去。那我們現在飽了之後，可以把它關掉了。用熱氣撈空氣撞入胎熱度，這個校本成染色地度嘅22年。將以後氣也到趕嚟測天時當地嘅檢測處面。檢批前面用公式來統計，可拿數據敢有違反規定，隔天會快發毛。工廠的那種味道會比較臭，算是有點類似塑膠味。
村民也看事情接上爱认天，为认真标准爱用的天，还有爱开发幕，引起民众应付无求怪烟。有人知道出胖胖的，不过才有人知道做的结束。最近接到很多有关这种餐饮业，特别是臭豆腐相关的行业，就接到很多陈情检测，甚至连金门外岛我们也都做过这样的一个检测。在某种特殊的恶臭物质，我们的人的鼻子是远比现有的仪器都还要灵敏。像一些阿摩尼亚类的或者硫醇类这些化合物，我们人的鼻子可以闻到 PPT 这个范围，甚至更低。地环保局前5天投诉当中，肉鸡、肉猪的畜生鸡处理营业就减免922件。屏东本来就是定为农业县所以屏东的养猪就是存在很久了，小额零星分散在各地，所以它的污染的控制情形也能力也比较差。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想说，是不是如果有一个比较集中的方式，而且是新的设备的时候，可以解决既有的问题。然后也可以转型，把这个养猪产业转型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会对这个产业、对地方居民是一个比较有帮助的一个情形。喺讲收听提点，可以实转期，有啲问题咁友好解决咯。我南民众大家听到，可以实协助的转期。你那市场绝对就无人欢迎啦。进阮公所有要入来市场市街，阮一定拢有人数，袂使你入来啦。比较设计在远离住宅区的地方嘛。一般的民众他知道那个养猪专区，他可能就比较不会过来，那我们就可以节省对地的问题。那猪粪尿数量就会比较多，那我们可以比较有经济规模性来去处理猪粪尿。当然也有考量到民意的问题啦，考量到养猪户的意愿的问题啊，地是不是来做集中产区，我们也都会去做全盘性的一个考量。协猪的专区唔係先開啱嘅，幾行年前就是有人提出來。是唔過亞種實施愛先素菜，多到地方會反彈嘅下，愛實現減怕困難。一按多年來啊，現在一個社區集中起來，還有農業天天的發展起來，相關的出車還有工廠，冇就出車連係啲素菜就老一個畜牧場進來進群呢，因為這個民宅還有相關的工廠，還有畜牧場呢，距離越來越近了，所以呢。现在的社区大家的环保意识逐渐抬头，对于居住生活品质也是越来越高涨。所以在环保局现在接到的这个投诉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104年屏东县环保局接到的陈情呢，总共就有1500多件，其中最多就是包含这个动物的异味，其中有371件，占了53.85%，将近54%，已经超过一半了。另外呢，这个是。味道的问题，还有一些是水污染的问题。其中畜牧废水呢，总共接到的投诉有500多件，554，占水污染投诉的有将近是67%。那我们来看到稽查科相关的人力呢，我们之前跟环保局要的资料，目前稽查科总共是有32人，刚才呢我们的稽查员是说有20几人。平均分成3班制，所以一个人大概一天就要处理了将近30多件的案件。但是刚才的民众质疑说，我们现在的环保局是不是这个稽查效力，质疑他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来看到这张图就会非常有感了，因为这张图它是一个东港溪整个流域的范围，中间呢是东港溪下游还流到了牛埔溪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上面繁星点点，像这样一点一点红色、黄色，甚至是紫色的，这些都是一个畜牧场这边的一间一间的畜牧场。所以在上游呢，总共东港溪流域整个流域就有50万头，养了50万头猪这么多。所以在它的出水口上面这边养了有40万头猪。你会发现中间还有经过了一条牛埔溪，牛埔溪汇集下来，所以整个东港溪的流域呢养了50万头猪。所以这个呢相关的。畜牧的废污水排放到了下游的时候，其实水体已经非常非常的糟糕了，来到了雾级、丁级这样非常不好的水体。所以呢，我们东港溪保育协会有跟民众来组成这个自主稽查队。所以现在面对刚才呢大家所说到民众质疑我们的公权力不彰，您认为它相关的改变方法有什么呢？那真正的治本问题在于，为何我们源头管理的人员也那么少？它1200多头，以农业处来讲。大概不超过2、3个可以跑，环保局、水务科这边也只有3个，然后他们还要跑工业的，所以代表的是什么 ？overload 的一个设计。政府在讲说他们能做好环境把关，所以呢说有能力让很多新的开发案继续开发，这句话就起矛盾。你现有的人力
已经在喊啊哇哇叫不够，人不够了，还要有新的再加进来。对啊，可是你却为什么告诉民众说你有能力做好防守？这是天大的矛盾跟谎言嘛。理事像我们看到这张东港溪流域的图哦，上游是在新皮这边，所以下游呢包含还有南州还有牛埔溪相关的这些流域哦。我们说到为什么这整条溪里面畜牧场会这么多呢？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多的？第一个就是说高屏溪蓝河堰上面设集水区之后啊，就做了所谓的梨木禁养政策。梨木是在2000年的时候，是那梨木之后刚好其实那时候东港溪因为它没有办法发挥实际的稽查效果，所以呢当时地方就觉得那你设那么大的水源保护区没什么用，于是地方民意要求撤除，就同时也是在那时候撤除，所以呢高屏溪梨木的养猪业就纷纷的往这边跑。那往这边跑的时候呢，因为发现稽查队在屏东市，当然离屏东市远一点比较好，所以新逼这边就刚好是挤来这里了，最边缘，而刚好它有庞大的排水系统，因为它还需要排水，所以呢就变成一个鞭长莫及的边缘地带。所以他也知道要钻法律漏洞，对，还有钻地缘的一个方便性，这样。是，所以越靠近屏东市的畜牧场还比较可以守规矩，越偏远的越乱来。当然，因为就是太远了，他也知道你稽查人力不足、幅员辽阔这样子相关的问题哦。对，那我所以们当时这样子的梨木政策，造成我们东港溪整个流域未来的噩梦越来越多了。我们曾经有建议说，环保局可以考虑说，既然都要从屏东市出发，那你何不把稽查员，譬如说要轮派驻守在乡镇公所一个，至少乡镇公所去抓的时候，他那稽查员是具有稽查权。是，可是当然我们说归说，他也开放这样子的权利就对了。对，像理事，我们过去像您过去也是在这个相关的体制内，梨木政策它可能造成这个相关的高屏溪问题解决了，可是却造成我们东港溪后面的问题。所以当时会有这样子梨木政策的考量，可能是什么呢？当时的梨木政策就是因为大高雄需要干净的用水，而它唯一最重要的取水地就是高屏溪蓝河堰。所以它的水绝对不能再脏下去，所以一定要走梨木的一个政策。好，那当然呢，走这个梨木政策的时候，当时就是它是搭配有水源区的限制，是才能永久梨木。那现在就是说，像东港溪，如果说要走所谓的梨木，它另外有一条叫自愿梨木。可自愿梨木有一个问题，它是绑地不绑人的政策，而且它时限只有6年。好，也就是说，我在东港溪流域说，我们这些养猪说我们不要养了。我们梨木了，然后拿到补偿，一头猪拿1万元，可是他6年后是依法可以卷土重来。但我们说到这个梨木政策，它毕竟后来还是造成我们东港溪这边后续很多问题的开始。所以当时这个梨木的政策呢，对现在来讲到底是好是坏？或许对大高雄是有好处，可是现在却造成我们屏东这边相关的问题。我们来看到这样子的图哦，全台湾总共养了多少的猪呢？全台湾养猪数量呢，最近已经是近年来很低很低的。全台湾总共有7000多间养猪场，这么多哦。全台湾有将近550万头猪这么多。屏东呢就有127万。你看到它的场数在全台湾是最多的，将近占了23.42%。云林县虽然说它的场数没那么多，不过它的总头数非常多，所以在这样不一样哦。可是呢，你会看到屏东县现在越来越多畜牧污水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要用什么办法？刚才 VCR 当中有人提出养猪专区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共go go health 继续来讨论。欢迎向前技术转到村民台北嘅讨论现场。上节呢，大家就讲到哦，色彩一个性别粗胖胖嘅物事，大家拄唔掉嘅。而来看到用不有安尼嘅问题，就系现在学猪嘅色彩学太多嘅。唔过相关嘅公部门有乜嘅好办法做得来应应哦？来看下下一种嘅图。规个屏东嘅畜猪场，全台湾係千多嘅。唔過，下面有講到哦，一個叢數清晰，很小而零星分布在很多地方。所以呢，屏東從萬丹內埔長治開始養了非常多的豬。新皮這邊，我們今天所採地，總共剛才鄉長說28場畜牧場呢是有合格登記的，但是其他還有我們沒有辦法追蹤的。所以總頭數5萬多頭，已經比我們新皮鄉的鄉親更多了。
所以呢，现在点出来的一个问题哦，很多人说相关的畜牧废水相关污染问题，可不可以透过养猪专区来设置解决了呢？我们今天呢，屏东县政府农业处这边相关的养猪专区计划专员也来到现场了，技政陈慧琪哦，是不是跟我们来说明一下哦？现在呢，我们评估相关的这个养猪专区，我们评估它到底要设在哪里 ，location 地点非常的清楚哦。很多人说是不是设在少的地方，或者说甚至没人的地方来去设一个专区，经过环境分析、设备分析、成本之后，我们好好来设备，把它设下去之后，好像可以解决这么多的环境污染的问题，提升产业转型，甚至连生物防疫很多防治疫病的问题，通通解决了。就可以看到它的好处呢。可是现在很多遇到地方上的反弹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现在评估的状况大概到哪里了呢？像目前还在委托规划当中，当然考量就是在法规的规定上一定要是完全符合可以设置的。那第二个就是会考量说这个距离的远近，以及周围的环境啊、居民的人口数啊、意愿度等等，都会纳进我们的考量重点之一。所以有可能评估都评估完了，可是最后一关遇到地方上的反弹的话，这个专区也没得玩了。为了产业的发展，然后在发展同时，如何降低这个环境的冲击下，也是有一定考量的。对 ，OK， 好。可是现在呢，养猪专区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还没有定案。中央的农委会科长，我们其实这样子的养猪专区定出来之后，好像是一个很好、很理想的构想，可它会实际上遇到的挑战其实是很多的。最主要，它还是如果是专区的话，第一个碰到绝对是环评啊。因为不只是屏东县，那其实宜兰县在99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评估案。那最近的话就是那个台东关山那一边，因为它关山就又提出一个这样子的构想。关山那边它的养猪头数占台东县的一半，所以他们也打算就是在那边希望弄一个那个专区养猪专区。对专区的部分，因为科长，我们现在全台湾有这样养猪专区吗？并没有。但是很多人都提出来过，对不对？对嘉义、云林，甚至以前宜兰县长林聪贤他在提出在竞选政见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做养猪专区，解决这样。可是最后呢，无疾而终，没有人做成。最后都是因为那个居民抗争的关系。我们台湾呢，其实是水污染防治法里面就有检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计划，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水措计划。但是其中有规定有一些呢，其实可以不用做，甚至像养猪场，你养没有200头，不到200头的，你其实是可以不用申请水措计划，你只要申请简易的排放许可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这边的数据是，屏东这边养200头以下的工厂呢，其实是占多数的，总共有790场。所以上个阶段也提到，屏东这边呢有非常多小儿零星分散在各个地方，所以现在造成的状况大家不堪其扰。所以就算有养猪专区，好像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就要来请教乡亲朋友了，永远会持到讲，主会转期迄个后续法嘛？养猪专区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我们可以乡亲，您可以接受吗？首先呢，咱这个低调，听讲要搁入来遮设厂，要搁设到愈大，所以阮全民一定会彻底的反对，这是低调。你也看，这个粪扫场呢，本来是平的，即摆甲蹲到那山呢3-4楼悬。所以新皮乡不只有畜牧废水的问题，相关的污染问题，还有掩埋场垃圾的相关问题。搁加入遮的废水嘛，是拢对阮遮落来啦。搁即个噪音呢，会使咧讲阮西头基湖遮遮村民足可怜的。所以呢，望咱即个帮了粪扫场来甲阮注重一个，咱公所来甲阮出一个力。看即个县政府遮呢，若讲低调要设立遮，不如甲叫伊设立即个县政府安尼因为阮遮的人受不了。阮的下一代嘛是要清伊的水啦大家提出来，假如说养猪专区真的是一个好办法的话，到底要设在哪里？代表请坐，是不是把它干脆设在县政府好了？这是代表提出来的建议。那还有其他的呢？养猪专区你听到了居民的看法呢？我认为是比较沿海，它因为它的设备直接排放的话，应该比在我们这个山脚下比较。所以我们看这个评估状况，里面有讲到说，到底要考量在内陆做呢，临海，还是干脆找一个偏远的地方来建制养猪专区？你的建议是
设在临海的地方，是不是？临海它为什么有一些排放，它要做的应该比内陆，还有我们这个山脚下这边比较便利。我们这边因为地下水都从山脚下这边下来，你在我们这边山脚下这边，设个专区以后，地下水都可能会受到污染。对，都受到日积月累，真的有很多严重的污染。问题把它丢回县政府好了。无稽查员，我们现在相关的养猪专区，环保局可能认为说相关的问题透过这个专区发展很多问题环境污染解决了，甚至呢产业转型越来越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屏东县环保局在针对这个专区有没有相关的讨论呢？因为集中的一个管理当然可以让整个那个污染源从一个面的一个部分缩短为一个点的一个部分，比较容易管制。而且目前我们持续在推动一些绿色能源的一个推动，包括说早期发电不管是太阳能板甚至是这个结合起来，对，还有畜牧废水早一早渣再利用的一个部分，整个结合起来的话，那因为要把这一些绿能发挥到一个一定的一个功用跟成效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规模。所以如果说一个专区的一个成立的话，它不仅可以解决一个我们刚讲的到处都是那个小而零星的畜牧场一个污染的问题，另外也可以把这些污染转换为一个绿能。转换为另外一个经济行为，我想这是一个双管齐下，而且应该是双赢的一个看法。好，谢谢稽查员假如说这么好办法，这么好的架构，非常理想，乡长，我们这边新皮乡可以同意吗？假如说现在当然地点还在评估，假如说新皮这边的乡民乡亲会同意吗？大成长城养猪场就在我们的水源头，就在我们的上面而已。已经造成我们地下水的污染、环境的污染，已经让新皮乡所有的乡亲，阮真正有苦难言。咱即马都甲设一个名词叫做养猪专区，这为这种大饼，就是甲像冬初时要准予这个大成长城养猪场的时候，零排放、零污染，安尼来甲阮强硬，甲阮设落去。阮地方上人，阮都将这个路都甲封起来，阮都伫遐围，结果我们的政府就是冠冕堂皇的一句话，那个是零排放、零污染。结果咱伫遮所看到的，拢总是这种的情形，真的会让我们的乡民对我们的政府真的无爱阁相信您啊！要做养猪专区，恁去评估，将新皮乡所有的市地的业者，拢总甲停掉。拢总卖饲，拢总关掉。好，这是乡长的发言安尼，对恁政府你有信心了后，再来讲这个养猪的专区。我们说到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农委会主委曹启宏，他过去呢也是在屏东县这边担任县长，所以针对这个养猪的相关问题呢，他其实有提出很多的愿景。所以在他之前呢，在立法院首次备询的时候，提到相当多的养猪相关的愿景，很多好的办法，甚至刚才我们环保局也提到，搞不好设置一个专区，很多的东西集中起来处理的话，找渣变成相关的黄金，甚至有人喊出猪大便也可以变黄金，可是地方能够接受吗？我们来去看看有些业者他是不是做到了。这猪诶，慢慢变走，早早都已有精神，就连身呢都要用抢嘅。肉猪场同时伫27土，猪诶伫按舒适嘅环境放台。地波有个水啦个啦，伊有时候要排水啦行伊，俺个民业都一直种个水啦被排出去，保持个环境的清香。对阿爸阿妹数条计下就开始学猪嘅苏先生，而此时就留猪嘅设法教下，让兄弟发挥经验，标准产业新可能。今年呢，俺来到的屏东林农鸦片嘅养猪场也间工厂地度呢，就差不多有个2万6张猪嘅按度。迄讲一只猪嘅因为排放出来嘅废水有20公升按度，每年呢，规厂下来呢，就会有产生呢300-400公吨按度嘅废水。迄讲老爷适合起来，每年下来那迄块天就做得比头家1整年呢上呢20万元嘅天料。现在我们的厂猪大便我们都直接去拿去做发电了啦，一个月就差不多可以花3500度到4000度的电。猪粪尿变黄金早期变现金已经实现的啊。
所获两项体是提4000万元发展雅士戏法店，本但触碰旁的主市民，没都拼唔到的。因为我们脚底下所采的那个原废水全部都经过100%隔绝了啊，这样的话它的烟气效果才会好。烟气发酵之后，它产生了沼气，再经过由我们这个 PV 管收集沼气，然后再经过那个脱硫设备储存在红泥胶带里面，再供我们的那边的发电机使用。几年前我们开始在做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在等着看笑话了，因为没有看到成功的案例嘛，我们就贸然投资很大的工程下去嘛，经过了这几年我们做下来，其实大家由观望开始有心动了啦。农委会打算用3年的时间推动雅士戏法店，也就讲要把全国一般的猪尾变做绿能猪。粪尿不要跑在河川里，就不会造成河川的污染。希望能够把我们养猪业的畜牧粪料沼气来发电，沼渣沼液来做农地的肥分使用。这一块的想法非常好，可是它要有太多的规范了。就是说，看到农田，你可能要去找农民去签约啊，可是政府没有去教育农民的话，他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拿猪大便来放在我的田里面？畜牧业嘅饲料，要再过来做利用，传统产业要变升级。设养猪专区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我们上一阶段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地方其实是非常的反弹、非常的反对的。但是呢，农委会主委呢，我们屏东人非常熟悉的曹启宏曹主委呢，他也力推畜牧能源这样子，他喊出要打出这个绿能猪，降低发电成本，提高收购价格，所以沼气发电呢要从3.9，现在呢希望可以争取提高到5块，这样子看起来好处多多。养猪，假如说有一个专区把它集中发展的话，是不是很多的猪粪尿不会排到河川里面去？相关的环境问题解决了，科长好像是一个好办法哎。目前沼渣这个猪粪尿利用来讲的话，其实像今年大概我们畜牧处从100年就开始推动，那现在大概已经20几件，那今年就是包括环保署去年的法规的一些松绑，那所以今年就变成快70件，所以就是那个量其实是大增的，就表示就是说这个部分已经慢慢让那个业者能够接受了。对 ，OK， 好，谢谢科长哦。曹主委呢，他说他希望养猪产业可以是一个有尊严的产业，但现在呢提出了很多的愿景。那理事您认为的话，假如说现在透过这样子的提高大家意愿，大家可能来集中来处理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可以解决相关的环境问题？养猪业者来讲，他对于这个畜牧专业区集在一起，台湾没有潜力。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聚在一起会不会容易有得病的问题？是。还有说穿了，他已经投资了很多固定资产在他现有土地上，他要移去一个新的地方，他移去的部分，他的损失，他要怎么做一个 feedback， 他不知道。所以这个就算提高电价，也没有办法提高说跟电价没有关系。不是说诱因有很多相关的问题。现在我们不能把这2件事斗在一块看。好，那畜牧专区它就会表达上就会比较意愿比较低。那所以现在还不需要民众抗议，现在要倒走的业主都不到齐的时候，他就没有。第二个，大家担心一件事，它就如同工业区在设置的时候一样，也会出现大房东、二房东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已经临近，假设说设在新B这边的话，临近有几家大型的养猪场在蠢欲动，他想当大房东。会有并购的问题，然后大吃小的该怎么办？对，那这样的话，你的也失去了美意，变成说原来希望减量的投诉，不仅没减量，搞不好还会变总量增加，这个几率是都有。所以这个政策从头到尾都没有揭露资讯，透明的跟让大家一起来讨论，它是个什么关系，全部都是把门关起来。那县政府也有个问题，就是这几年来它政策都是把门关起来的，所以大家怀疑你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被怀疑的东西，你去讲它有再多好，都还是会被打问号。政策不一定是有什么好跟坏，问题在于你是用什么坦然的态度去做呢，还是关起门来做？棍子跟萝卜是不是要一起，然后一起解决这样子这么多的问题？好像包裹式的，只要透过一个专区，很多问题，污染、民生相关的环境问题，统统解决了。
但是呢，可能地方反弹还有相关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我们就看时间慢慢的来考验。我们节目进行到最后呢，还有其他的乡亲要继续提出来你的看法吗？本一样，养猪都很少，没有像台湾那么多。像我们新埤乡了，变成一个臭乡了，走到哪里臭到哪里。那个大型的养猪啦、养鸡的啦，都在这里，臭味。晚上睡觉门都不敢，窗户都不敢开。好，谢谢先生大家说到，很多人可能都在吃猪肉，但是呢，猪要去哪里养？养在哪里好？养在你家好不好呢？还有其他的乡亲吗？大哥你好。别的县市、别的乡镇，到了下交流道就知道，闻到臭味就知道新埤乡到了。用闻的就知道了。你看这种香，能够对得起我们将来的子孙，我们代代的子孙，还要比我们更臭吗？尤其现在那个大成这个养猪场。过去我们的县政府到底怎么准的？在这个水源头，既然把这个水源头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水在那里养猪，这个是对不起我们新埤乡的乡亲。好，谢谢这位先生还有一样，现在我们刚才有闻到这个掩埋场，过去是枋寮乡，跟我们新埤乡接近，我们可以来到，现在全部都好像开放，都来我们这里来这里倒，那造成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空气、生活品质、环境卫生更严重。我希望我们县政府有关单位，我们这个掩埋场也应该都不能来我们新埤乡的隔壁这个枋寮乡。好，谢谢这位先生相关的问题，我们最后呢有请台上的来宾来做总结。那其他还有乡亲是吗？长期性的来规进风台过后呢，咱一寡这粪扫，咱屏东县的粪扫。现出时呢，车甲一堆山地蹲堆，尤其是呢，咱环保的这边呢，按速速的赶紧处理掉，莫有一款情形过来发生过来，互阮这农民呢，咱这村民呢，偏甲大家伫遮咧受苦啦，伫遮咧第一间发苦，第我敢讲啦好，谢谢相关的问题，我们待会还有其他的乡亲是吗？我每次参加这个座谈会呢，主管机关都说一些推脱之词。哪一些是你认为的推脱之词？第一个，我们人员缺少，没有办法控管。是。第二个，法律没有完全授权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那我请教，假使没有完全授权给你们，你们怎么样核定人家在这边合格登记证？对，是，对不对？我的看法就是说，你说人员缺少，但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的高科技呢？卫星控管，对不对？用卫星可以控管什么？例如呢？可以啊。为什么我可以说可以？我曾经跟一个乡亲聊天，他有一天我提了2桶沙子，就被开罚单。他说是卫星侦测到的。侦测到什么啊？提2桶沙，不能把那个他引爆沙尘暴是不是？不是，他提回家用。哦。这不是盗采啦，那个也是卫星掌控啊。是。那还有我们在哪里烧那个废弃物，马上就知道。是。为什么不能卫星掌控来管理呢？或是一些空拍机啊，平常就增加其他高科技的稽查能力，就不会缺少人员的问题。我们感谢这么多乡亲一直提出了你的看法，可能问题也有相关的解决办法，有没有透过高科技，像是卫星空拍机来继续解决呢？好，我们来看到今天就是屏东县现在呢出现了养猪相关的问题，造成大家不堪其扰，每天就跟臭味为伍，每天大家臭气熏天，臭气冲天。还有呢，稽查人力不足，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来增编呢？我们最后呢，请环保局还有我们的乡长来做个小结好了，稽查员。刚才大家有提到现在就是畜牧废水的问题、畜牧异味的问题，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相关的掩埋场，这都跟环保有关的。因为现在当然大家的居住品质是要求越来越高了。环保局的目前也针对这个焚化厂的部分，积极来请那一个代车操作厂商来积极的一个抢修。另外呢，也会针对掩埋场的一个部分为了污染防治的部分，再做一个加强。虽然是一个突发状况，那我们也会尽量来做一个应变的一个措施，减轻大家目前的一个困扰。好，到时候看有没有修好呢？要请乡亲再持续跟我们说。那面对这个稽查人力不足的问题，未来有可能，你看场数这么多，未来加强稽查是有可能或增编呢？
基本上我们目前也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当然在人力允许的话，我们计划也在屏南地区从明年开始的话，如果可以也设置一个稽查的办公室，就是地方稽查办公室，就是屏南地区等于就是分区稽查，避免说都要由屏东市幅员辽阔这样子的对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源头的一个管制来开始改变以前的一个管末，我们开始来从这一个包括我们讲的畜牧投诉的一些超量问题，请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协助那一个稽查跟辅导。那另外从一些许可的一个管制，来做深度的一个稽查。是它看起来是要更严格还是怎么样？因为其实现在乡亲会觉得说，是不是当初在审的时候有点太放宽了，或者说水源头它的地点在选点的时候，未来是不是应该要有做什么样的修正或调整？如果是说是选点的问题的话，因为参照目前的规定，像新皮乡目前它已经不是水源史保护区所以它是可以依法设置啦这个可能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时空背景转变了。对，如果说大家认为说它真的是有一个需要保护的地方，我想我们需要建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它去重新考量，是不是有必要把它去做一些土地划分的问题，对，划定的问题，国土规划的问题，是划为这个水质水量保护区，是通通大家在布准上面在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方案之一，但是我想一个政策的一个执行，它考量的一个原因真的是相当的多啦当然，我们希望从各个的点来做一个探讨。乡长您怎么看？养猪的专业区跟我们沼气的发电，这个是两码子事，是两个回事。因为我们新皮乡现有的养猪户，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沼液，还有他们的沼渣，还有把他们那个粪便的尿液，我们做个分离，然后再来做个发电，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现有的污染源可以做到一个控管跟改善，然后百姓去了解到讲，他们有在注重这个环保的问题了，让他们可以跟乡亲们他们的互动可以得到他们的信任，这个是一个问题。跟养猪专业区这是两码的事应该是由原来的部分把它做好，把它的沼液沼渣的发电做好，现阶段先做好再说未来，可以共荣共存嘛大家一定要比这个较好的这个土地人家，不要为了这个污染的问题，大家底下争吵。至于养猪专业区，我要说的重点就是说，还我们新皮乡清净的空气，其余免谈。好，乡长说到养猪还有相关的问题，其实是两码子，是要分开来看。我们同时也要考量到养猪它可以促进产业，它可以增加很多的产值，同时它必须要付出营运成本来追求它的产值。但是对我们地方乡亲来说，对于当地来讲同时也要付出环境成本。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全台湾在将近550万头猪当中，屏东县这边就有127万这么多，它的场数将近1800场，全台之冠。但是呢，相关的产业造成的环境成本是由我们这边当地来承受。所以呢，养猪产业不仅仅是新皮乡的挑战，也是全台湾唯一要接受的考验。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就由时间继续来检视。今日的村民台飞秋豆鸦片，感谢大家，我是李玲，再飞。